所以还需要我吗？ 还气吗？你一直没回我的微信，所以我来问一下，还需要我教你吗？ 那天是我用词不当，你替我向你老师道歉。说过了。师母前几天还发消息问我，说你的同学晶晶，是不是那个明星乔晶晶？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游戏打得很好。你又知道了？我看了你的战绩。 所以，还需要我吗？你买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零件都已经到了，地址写的是我家，电话号码写的却是你的。幸好物业大收了，难道要放到我家里不管啊？要管的。 那就上来吃饭吧。有我的。我明天再过来。坐了一晚上的火车，现在太臭了。你坐一晚上的火车，你还跑来这儿打游戏啊？幸好带充电宝，不然电量都不够。 我叫司机送你回去。啊，不许拒绝。不想让你到地铁里去训别人。